原諒嘅呢個演出，好多謝大家。咁咧喺過去嗰8年，我哋有7年咧都喺 JCCAC 嗰度做嘅。咁而我哋有30位女演員同埋22位男演員咧，都喺呢個舞台上面咧，去講佢哋想講嘅故事，演佢哋想做嘅戲。咁喺呢一度咧，我都想大家即係再認識佢哋一次啦，同埋由佢哋介紹一下佢哋嘅創作團隊。好，我哋來自廣州的小盧子104號房。然之後導演微產，然後我係編劇小盧子。台灣的香港人係一個變態嘅，係咪？嗰個叫做係咩 ？OK 啦，我介紹我嘅，係啦，冇乜時間。我首先我多謝我嘅導演同埋我嘅創作伙伴朱寶賢先生啦，我嘅 lighting design 阿杉啦，我嘅音響設計姜達雲啦，我嘅舞台設計張凌恒先生啦，我嘅 DSM 阿希啦，同埋2位 ASM 阿成同埋阿炳嘅，咁仲有最緊要服裝設計，因為佢而家喺台灣，咁就犀利妹同埋今日有嚟嘅攝影設計阿 Gary。好，咁另外仲有一腳立法兩辛苦啊！辛苦導演杜思聰，辛苦編劇蕭新全，我自己都寫咗少少嘅，辛苦。全心思9陽兩的阿聖姐，係我嘅編劇係盧敏心 Anna， 導演係陳桂芬 Brenda 同埋 Anna。因為女人節男人節咧係一個以演員為主導嘅一個演出啦，咁我哋係有一個平台，我哋有大會嘅自己本身設計師啦。咁我哋喺呢度咧都介紹一下佢哋。咁當然我哋嘅藝術總監陳桂芬啦，唔使拍手啦，我哋一次過講晒先嚇，因為時間有限啦。咁我哋嘅佈景設計白蘭達啦，我哋嘅燈光設計女子組咧就係 Cindy， 男子組就係 Martin， 女子組嘅音響設計就係 Sky， 男子組咧就係阿直，女子組嘅 DSM 咧就係悠悠，男子組嘅 DSM 咧就係 Martin。咁另外咧我哋仲有服裝咧佢哋自己搞掂 ，OK？ 咁 SM 點咧？因為我哋女仔冇乜力度啦，咁所以我哋 SM 咧就只有一個就係小牛。不過我哋嘅後台嘅 crew 啦，我哋嘅 ASM 咧就係多得我哋嘅蔣志氣同學啦，平均年齡60歲㗎嚇，佢出嚟換景都好勁。咁好多謝佢哋，加上我哋前台嘅好多唔同嘅朋友去幫手。咁喺呢一度咧，我都要多謝就係 JCCAC 嘅前台同埋我哋後台嘅工作人員，即係冇佢哋嘅幫手咧，我哋嘅演出唔會咁方便，唔會咁順利嘅。咁出年嘅女人節男人節喺邊一度咧，我哋都唔知嚇。咁盡量希望有機會都繼續去俾一個平台，我哋嘅演員去講佢哋想講嘅故事，做佢哋想做嘅戲。咁因為時間咧好有限啊，11點咧我哋就要閂門啦。咁所以咧演員佢換完衫之後咧會上面樓上同大家影相嘅。咁今日好多謝大家，我哋仲有3場嘅，仍然會有唔少嘅座位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，請幫我哋宣傳一下 ，tag 下我哋嘅 Facebook、IG， 出邊咧仲有問卷，我哋有 QR code download 個長刊嘅。如果未 download 咧，可以上面都有個 QR code download， 同埋記住做問卷。唔該晒，多謝咁多位。